这个画面，秘书是困未去，嫌面层歪，人大苦嫌衫细领，实在真够牵拖。明明坐车无下安全带，却乱号声明，害警察该开罚单。这个网友拍一张相片，讲伊收到一张罚单，是坐伫咧驾驶座边仔的位无下安全带，嘛，互伊感觉讲安怎想都想无，因为隔壁明明是踩一尊新箱。文章一个抛出来，遂引起了网友大家一句来一句去，敢讲新明坐车嘛爱下安全带。一天内，随后其他的目睭前金的网友。警体发觉讲，原来是赛车的人家己无下安全带，搁加乱互声明，当事者才赶紧甲文章摕掉。一个网友伫 PPT 发文指控讲，家己收到一张罚单，理由是副驾驶无下安全带。毋过斟酌甲看，隔壁载的是一尊三太子，互人想要问讲，敢讲法律有规定，新民嘛爱下安全带，引起网友的讨论。有人讲新民犯法应该爱甲人民共做，嘛有人讲罚金敢会当交纸钱。毋过文章一个抛出来，无够一天的时间，就互人洗面。有网友甲相片放大来看，发现驾驶敢若嘛无下安全带，煞搁加无赖互新民，真正是真好大胆。对我通常如果是我在的话，我都会把它系安全带。真细腻，甲互相放学好，搁下安全带，伫生活内底真受民众认为，新民坐车做好基本的保护是对因的一种尊重。和新商店的头家嘛有同款的看法。放在旁边，安全带系着就有安全了嘛。新民坐车敢爱下安全带，大家拢有无同的看法。迄条罚单到底是要开互谁的？恐惊着敢若驾驶家己才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